第10课，耶稣听女仔入耶路撒冷。有一日，耶稣定我进耶路撒冷，伊甲伊的学生讲，面去对面的上社，咱入去的时，明明看见一只驴仔白骑车，这只白骑车的驴仔领着透开，领着牵驴仔来。两个学生入去迄个上社，照耶稣的话，因有看见驴仔白骑车，因将这只白骑车的驴仔牵到耶稣的所在，因将因的衫脱伫驴仔顶。耶稣骑驴仔往耶路撒冷，一骑的时，人将因的衫铺伫路呢，真侪人将因的衫铺伫路呢，真人将因的衫铺伫路呢。以后，耶稣对这条路行，真人将衫铺伫路呢，因为因爱耶稣知影因疼伊；真人将衫铺伫路呢，因为因欢喜，因相信耶稣要做因的王。耶稣往耶路撒冷行的时，真大阵的人伫路边。耶稣骑驴仔过的时，人群对伊，真人唱讲：对上帝的名来的王，应该得到学乐。真人相信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王。耶稣我进耶路撒冷的时，伊开始哭，伊讲：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真爱你知影安怎审判灭亡，我真爱你知影我所在的代志，总是你拢毋知，你毋知安怎得到平安，你毋知安怎审判灭亡来得救，所以你无平安，你着灭亡，你无法度审判灭亡，你要灭亡，无法度审判。真人真奇怪，搁真正，因讲看耶稣哭。听伊所讲的话，伊讲耶路撒冷要灭亡，伊真会将耶路撒冷灭亡。伊讲耶路撒冷毋知安怎得到平安，伊怎通互耶路撒冷平安？伊讲耶路撒冷未通得救，因为毋知平安的代志。真人毋知影耶稣的话有甚么意思，因想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王，因毋知影伊要去耶路撒冷死。耶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。真侪年以后，耶路撒冷灭亡。看，路加89章第35节到第44节，